港元520美元兩房，朋友們都在找的房子。港灣豪庭，高性價比都市桃園，讓生活慢下來，開啟理想棲息地篇章。樓盤位置優越，坐落九龍大角咀福利街8號，周邊生活配套豐富，街市、超市、美食選擇多樣，交通便利，步行可達奧運站，輕鬆連接港島、九龍國歐。附近名校林立，小學校網32，中學屬油尖旺區，家長首選。盤源特點，今次推介單位為1期4座浴室，實用面積320呎，間隔兩房，東北向，通風採光一流，實用率高達67%，裝修精緻，空間感十足，小家庭或單身貴族都適合。屋苑共有10座大廈，設施豐富多樣，泳池、運動場、娛樂室、美容服務選擇多樣，住得舒服又有質感。你的理想家園是什麼樣的？留言分享你的需求，一起尋找屬於你的溫馨港灣。